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以色列空袭一间清真寺，共有炸死哈马斯的成员，经济国家拢举办示威呼吁停战，英国甚至有10万人上街头。今仔下晡大定1号举办医疗路宽大游行，提出包括补助人力卖过劳、尊重专业、提升待遇等等4大诉求。当下病毒当咧流行，即马却传出这一型的第2剂疫苗欠配。食药署表示，目前疫苗当咧检验，上紧月底就会当注着。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以色列搁再空袭约旦河西岸一间清真寺。以色列军方宣布有真侪哈马斯成员死亡。伫咧欧洲、亚洲、美洲真侪国家拢有举办挺巴勒斯坦的示威，呼吁得爱赶紧停战。因若伫咧美国和以色列，嘛有民众要求哈马斯赶紧把人质放出来。亚拜示威激动化口号，英国伦敦市区日有10万人行上街路声援巴勒斯坦，正长的人阵差不多看无尾伫倒。This is their land. Gaza is their land. They should defend themselves. I'm not saying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kill innocent people, bu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其他亲像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亚太地区的澳洲甲泰国、北美洲的加拿大甲美国这些所在，拜六拢出现挺巴勒斯坦的游行，民众呼吁加沙停战，嘛对以色列伤害到无辜表达愤怒。Ein Kind, da steht nicht Hamas. Ein Kind ist kein Terrorist. Ein Krankenhaus ist keine Organisation. Sowas darf nicht angegriffen werden. 美国费城有示威者摕真侪张相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互遐个去互哈马斯带走的人质会当赶紧返厝。同款的诉求，几落百个伫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众嘛连续出来声援。 We've lost complete contact. There's no sign of life, no signal. It's been 2 weeks now. 两边支持者的对立最近演变成真侪件受训犯罪。英国媒体引述伦敦警察厅的数据指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大伦敦地区伫过去2礼拜反犹太主义犯罪增加1353%，受训伊斯兰教犯罪升关140%。伫今仔日以色列空袭约旦河西岸城市一座清真寺，工作已经绑死真侪个准备发动攻击的哈马斯人员，针对17加沙一间病院，去以色列空袭。法国甲加拿大情报单位用分析结果指出，这不是以色列所做的。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以色列参哈马斯的战争愈来愈激烈，有20台载物资的拖拉库进入加沙地区救援，不过这对于数百万人来讲根本就无够多。另外，以色列阁有宣布讲要扩大对加沙地区的攻击，而且伫北部嘛有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爆发冲突。 载满救援物资的卡车一台刷一台通过拉法的关口，送去互人围困的冲突区。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哈马斯中远的战争也未结束，人道物资的运送总算伫2日看到希望。有20台卡车载食物、水甲医疗用品，头一摆为埃及进入加沙，不过当地人也是烦恼，这物资真正无够。هل يعقل انه 20 شاحنه لو احنا وزعنا على 2 مليون و100 نسمه شو بيطلع نصيب كل واحد منهم؟ طبعا هذا العدد لا يكفي ولا بأي حال من الأحوال لسد الحاج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حيث أننا أمام كارث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وضع الإنساني المتدهور في قطاع غزة. 物资早拄啊运到伊无偌久，以色列就宣布相关对加沙走廊的攻击。以军已经开始伫4周围地区集合军力加几落百台战车。以色列军方嘛呼吁，抑搁伫当地居民赶紧向南部撤离。 לביטחונכם האישי, נו דרומה. 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תקוף באזור העיר עזה ביתר שאת ונגביר את התקיפות. 国界之役，以色列会对冲突区发动地面入侵。联合国甲阿拉伯国家持续呼吁停战，先国家嘛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想要减慢攻击行动，通争取时间向哈马斯谈判释放更侪人质。不过伫这个同时，以色列北部甲黎巴嫩交界的边境地区，却阁传出炮火攻击，造成真侪死伤，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先动武。 虽然附近居民已经陆续撤离，不过各界也是伫烦恼，又阁有新的战线。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透早伫咧宜兰高街，有一个负责人骑车要去买菜，煞互一个食酒赛车的查甫人甲弄死，连路边的铁柱拢互弄甲牛跳断去。
警方对早起到这个23岁查甫人因处理，伊的酒测值有到0.6亿这么悬，随甲移送地检署侦办。自从疫情解封以来，这酒驾的事件直直的增加，有专家就呼吁政府就应该加强零检处理。透早4点天也袂光，这查某人骑车出门去市场买菜，向对向一台轿车冲过来，甲伊连人嫌车弄甲飞出去，最后弄到路边的铁架才停落来，家庭弄互监视器翕到。当地骑驾时真大声，弄到声音惊精神。我就一两个出来看到这发生什么代志啊！一开就哇，我那个遮阳板就掉下来，整个这个就垮下来，都垮下来，车子就是卡在那里。对啊，卡在里面了。造成事故车头受损真严重，铁架条仔也断去。厝顶落一边原本停伫内底轿车用弄掉，离里发生的这车祸地点位伫宜兰县五吉乡清河路二段。63岁姓高这骑车人当场死亡，造成事故23岁至4人的人，当时无通报救护，离世逃走。了后伫厝内底，互警方抓到，酒测值达到0.6亿，互依照涉嫌公共危险、逃走者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该林姓民众坦承驾驶肇事逃逸，警方当场逮捕，并实施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致死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国30类啉酒开车交通事故死伤有60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6%。法令愈来愈严，数据确实欠悬，应该是甲新冠疫情解除禁令了后，民众斗阵啉酒机会增加，心态放松有关系。因为今年疫情整个解封，所以呢，国人就恢复了过往就是聚会还有饮酒的场合，也因此我们看到在这1到7月慢慢的爬升，这是令我们忧心的。警察局他们要多多进行临检取缔，这是最有效遏制酒驾上路。专家讲，啉酒开车大部分是累犯，政府应该评估这人是不是有酒瘾的情形，应强制专家治疗。另外，警方应该较加临检，才较有法度阻止啉酒开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秋天的虎头蜂是真歹，大家若要去山区，就要特别注意咯。台中逢甲大学的登山社，昨要对南投三林溪前往嘉义阿里山的时，去撞到虎头蜂，拢总有10个学生去互撞到。另外，伫咧新北市双溪山区，今仔中昼嘛有7个游客互虎头蜂叮到，赶紧送病院治疗。学生真细腻，划过树枝行落去，离下晡逢甲大学登山社24个学生，对南投三林溪到嘉义阿里山的水游森林爬山，却是伫中途拄到虎头蜂，有6女4男互虎头蜂叮到伤。本局获报另派遣阿里山，还有申请南投县消防局、接同警察局、农业部林业署等搜救队伍前往搜救。那经到达现场，初步做一个检伤分类，发现有10个人遭风来蛰伤，其中有2名这个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皆意识清楚。7名山人暗暝摸拢无看，路顶遥远，警消结合真侪单位去救援。第2日透早将近5点，才甲学生送落山就医。由秋天是蜂群遭受探死的季节，虎头蜂上多也上歹。最有新闻报道，定来出现虎头蜂去叮到人。农业处委托嘉义县救援协会去甲蜂收慢掉。大部分人看到虎头蜂他会害怕，会用东西把它挥走。就会造成虎头分泌赛洛蒙，然后召集很多那个蜂群过来，开始对群众攻击。建议就是看到虎头蜂，就是静静的迅速走开。相关是拄到虎头蜂，离新北市双溪的灿光寮步道有8个民众伫爬山的时阵，互虎头蜂攻击，有7个人互叮到，赶紧送病院，加在人有清醒。消防局提醒，看到虎头蜂会使用伞甲头壳砍掉咧，赶紧离开现场，莫讲话，更加莫动手去会走。万一互叮到了后，会精选心肝皮肤彩，是毋是过敏性？分期这情况，赶紧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伫咧立法院外口有大阵1号去举办医疗劳权的大游行，提出包括人力保护局卖过劳、尊重专业、提升待遇，还有政府投资救健保等等4大诉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就回应讲，因会阁找相关的工会来讨论，希望会当对源头改善医护的待遇甲欠人力的问题。人力不足不过劳。
上摆第一线医护人员每一个打扮做恐怖的鬼怪造型，考察即马的台湾医疗环境哪亲像地价这场，希望用有形和各界加卫福部这的政府单位重视医护心声。在我们跟这个医院讲说要求加薪的同时，医院会说你的健保的总额就是这样一点点，我怎么有办法帮你加薪？但是呢，跟卫福部讲，卫福部就说这我没有办法干涉私人医院的这个薪酬的这个规划。以医学中心为例，它本来就是规定是1:9，因为它是全日平均，所以你只要白班加小夜加大夜除以3，没有超过9就可以了。一个大夜照顾到18甚至20床，那有的人可能超过接近25。医护代表表示，国内差不多有32万人有护理师执照，不过敢若将近19万人愿意执业，原因就是薪水少。也甲推动3班互并比的问题一直无得到改善。为了改善医疗环境，因提出4大诉求，包括人力补助无过劳、安全职场无烦恼、尊重专业、提升态度。最后是政府投资救健保。根据医护人员讲，卫福部伫游行前2天经过甲各医护工会团体讨论，不过这个工会大部分拢是病院的管理阶层，呼吁卫福部嘛爱邀请由各医护基层所组成的工会来协商，才会当彻底改善医护劳权。影响各院财务最严重当然是健保，健保这个总额的这个大饼要扩大，从这边的源头扩大，那将来他们的这个薪水才有可能会提高了。卫福部处长王必成回应，最近会搁找工会协商，讨论相关诉求的落实办法，透过定期开会方式，重视各医护的诉求，改善医护人力上案的问题，让台湾医疗产业会当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民众党和国民党也搁超白平，安尼敢是要先超立委的合作咧？民众党的郭文德讲，这嘛是一个办法。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要求各大参选人就要把两岸的政策讲好清楚。另外，鸿海机械富士康即马传出和中国咧查税，当咧争取连署要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强调，已经辞掉董事会职务啊，无插手管富士康。请我们的柯主席。规身红车喜气，人零人西，以足高票当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日出席苗栗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讲苗栗是台湾客家庄上济所在，会当以全球客家中心来努力，做到一庄一节庆，一庄一特色。无党籍苗栗县长张东引到场徛台，提起去年选举新德市苗栗县南北合拢成功，展现团结就会当胜选。不过目前南北总统人选超未麻，拢无进展，是毋是承担立委合作，这嘛引起关心。这也是一个办法了，当然这样的有困难的先 hold 住嘛，可以解决的先解决，这也是一种策略。国民党侯友宜出席听侯友宜专刊，前副总统萧万长出来相听。侯友宜承诺当选会检讨退伍制度，兴和军公教警消公道，嘛要求各参选人讲清楚两岸政策，尤其批评民进党赖清德积极以引来战争。尤其赖清德公然说支持台独万岁。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你不是要引战，你不但我们要备战，最重要不能引战。麦哥底下骗了，你骗了选票。赖清德回访台南铁票村，分别出席立委王定宇、郭国文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讲国会过半有助完成江南建造，也延续总统蔡英文的路线，提高各方力量。同时，伊反对在野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无法度得到好评。日本的公司拢来台湾投资，什么原因呢？因为台积电半导体产业伫台南投资，台积电按5奈米，咱真用心甲清楚解决用水的问题，解决雅士的问题。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持续伫全台湾争取连署，不过鸿海所属的富士康重点企业传出去互中国税务查税，企业用地现场调查，中国是讲这是依法行政。郭董从4年前就交出经营权，那都没有去开董事会，今年更是把挂名的董事都辞掉。因为司机敏感过办讲，郭台铭已经辞掉富士康董事会职务，嘛无插内部运作，避免互外界基做联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公布上新的中国军事报告，指出中国可能拍台湾的6大因素，包括台湾宣布独立、无限期延后两岸统一的对话，也是外国军队介入等等。有立委就表示，台湾应该和中国沟通，嘛应该吓中国，互因唔敢行动。因学者认为，台美的军事政治互动嘛会有牵连。
台海无平静，国防部日查到强机6台，其中超过海峡中线，加进入北部空域的2台，强舰5车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持续监控处理。另外，美国国防部嘛关心强军的动态，最近发布中国军事态势报告，除了提起中共相关对台威胁，亲像强机真接扰台、模拟封锁、加弹道飞弹飞过天顶，也点出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6大因素，包括台湾宣布独立、无讲白的台独偏向、台湾内部不安、无限期延后两岸统一对话、外国军队介入台湾的内部事务。任何的情状都有可能成为用兵的借口，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不带美国的智库或军方所做出的各种的情形的眼里，我们每一天都把它当作是中共解放军可能进攻的一天。两岸之间它是必须要有所的这个务实的能够沟通的这个管道。那另外的话，其实台湾当然也要加强自主防卫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这个我们国防自己的准备哈。张基都认为，美国的报告讲出中共反制台独的红线，台湾在美中对抗的限制下，应该采取沟通加阻碍的2大策略。针对美国总统拜登8月头一届动用总统拨款权，透过外国军事用资援助台湾，和中共真不满，也引起后续的台海军演。拜登即马有意向国会争取1050亿美金，援助以色列、乌克兰甲台湾，是不是会去达到中共的红线，也引起境内关心。美台双方是不是会有一些突破中国过去所设的一些红线？比如说像是正副总统在美国这一边所遭受的，他碰到的官员，或者是美国现役官员来台湾，甚至是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些情况，美台的联合军演啊等等这一类比较实质上面的合作。林英有分析。中共伫看俄乌战争的状况，无充足的准备，未随便武力犯台。不过明年拄到台湾新总统上任，环太平洋军演，台美捏做相关政治军事活动，恐惊会增加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全台湾因为肠仔病毒去就医的人数虽然有较减，不过目前肠仔病毒也是咧流行。即马所传出7型肠仔病毒的第2剂疫苗欠货状况，食药署表示疫苗当咧检验，若是顺利上紧月底就会当做。肠仔病毒71型疫苗今年8月初上市，基层诊所观察注射的状况比以前的更加踊跃，不过必须注满2剂，才会当有够的保护力。看人2个月时间已经够啊，真侪诊所的存货拢已经做完啊，目前还搁伫等进货。不少家长是烦恼无法度如期注到第2剂。第2剂呢，变成说没有货，那怎么办呢？其实虽然说延迟再打也不会有问题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那个病人呢，他已经被告知说2个月后要再打第2剂嘛，那你没有第2剂给他打，会造成一些民怨啦。医师分析，新冠疫情了后，免疫负载的影响，较早伫热天较会发作的肠仔病毒，即马也搁伫流行。今年累积的重症已经达到10例，连续感染肠仔病毒71型的重症，有致死死亡的风险。虽然是自费的疫苗，不过也是有真侪家长愿意让囡仔来做。食药署表示，肠仔病毒疫苗不是公费的疫苗，会照顺序对厂商送来的疫苗做检验。高端公司于9月起陆续向食药署申请9批。共约17.5万剂肠病毒疫苗的检验封间，目前皆尚在检验中。若检验与审查皆合格，预计最快可于10月底先放行1批2万余剂供国人接种。推测差不多有1万个细汉囡仔伫10月底前必须爱注第2剂。疫苗厂商高端是讲，药厂为9月初至9月中已经送出8万至10万剂肠仔病毒71型的疫苗，到食药署等待检验。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解封了后，对日本来台湾的观光客恢复了正慢，目前敢若应过1半人数，所以观光署就举办相关的优惠活动，佮甲日本合作招上千人的旅游团来台湾促进观光。有学者嘛提出，政府就要重视旅宿服务业严重欠工，佮有观光业人才流失的问题。
鸡面沙一个参乌醋肉素招牌打面配一道台湾小菜，日本旅客食甲真滋味。即届来台湾的行程4天3暝，行7县市，大部分的团员拢是頭一屆來台灣。疫情了後，搁再來佚佗，也是感覺真親切。方々、お店の方からそれこそ道歩いてる人からですね、すごく優しい手伝ってくれたりとか、道を教えてくれたりとか、本当に親日っていうのを感じますので。それと台湾全体全国に至る所に日本の文化がですね、こうずっと伝承されて伝わってるなというのを感じると、台湾って本当に親日なんだなと。观光署表示，日本伫疫情前是咱国第2大入境旅客来源国，不过目前敢若疫情前的一半，主要是因为机票较薄，出国较贵，日本卡办解除防疫规定才会影响，所以特别对日本市场提出护照优惠，另外，国举办游台湾相片评选活动，也甲台湾旅行协会合办1000人来台湾的客位，成功招到1000多人的游客。不过，接待台湾导游嘛讲，疫情了后，因为欠工的影响，团客等待时间会较久。客人因为人手不足，我们要请他们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部分因为比方说行李啦然后因此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团体的整合。人手不够，那每一位员工他必须要负担的工作就会变得比较多，那这当然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服务品质一直有受到一些质疑的原因。面对旅宿甲服务业严重欠工，学者认为疫情了后人才流动已经请无人啊，甚至台湾饭店柜台服务人员拢去日本请去。政府一定要重视观光人才流失的问题，以免影响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中部乡有100甲4000公顷的槟榔，是地方重要的经济作物。即卖因嘛配合文化部的计划，用槟榔来做拟食的产品，和在地产业愈来愈多元。大桥啦，阿嬷资本协会完全靠这项，回味人扣互阿母谈白菜。这首青仔藏的台语诗，写中部在地人对槟榔的记忆。地方创新团队嘛用槟榔来做拟食的材料，结合服装的设计，要替地方的产业创造新的可能。我们在槟榔染这一个部分，因为用技法的研发不一样，所以让槟榔的这个呈现会更美。好像我现在穿的这一件，就是槟榔跟蓝染的结合这样子。它就是很再生，应用再生的资源。然后创造出来的又是每一个衣服的花色都不一样，所以是很特别的。嘉义县的中部乡过去有种真侪槟榔，也是地方一项真重要的经济产业。地方创新团队2档外前投入槟榔染的研究，希望带动槟榔相关产业的转型。自细汉爬青仔丛去哩收鸟啊收，甲伊青仔花开，搁然后咧甲伊大粒。搁到尾啊，即摆人咧从青仔籽咧做槟榔染，这规个过程其实是中部地区产业的做另外一个转换啦。那么这是有一个，不要说也有商机啦，会当讲来做这种再生的能力，2度使用。创新团队表示，过去槟榔互人感觉无讲介好，透过甲文化部合作的机会，希望唔但会当替地方种的槟榔找到新的用途，嘛替在地少年人找到返来故乡做伙拍片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因暗到明仔早起，东部沿海地区会落局部大水雨，因为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南部甲中部的山区有可能会落地渐阵雨。各地头早暗的温差嘛会较大，天气观众朋友若出门，得爱加套一领衫。咱做回来关心明仔载，佮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3度至29度，中部地区21度至31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2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
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呢，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